我哋最後一條問題，第6條問題，我哋就真係請個年青人嚟問呢個問題啦。咁我哋嘅年青亦都係我哋界別入邊，只不過係第2年青嘅選委啫。鄭彬彬，咁就講下佢嘅年青人嘅問題啦。真係好。咁我咧就我諗就係我好似你頭先講過咧，另外一個26歲咧，我自己而家做緊一間 Apps 嘅公司。咁所以咧，作為一個青年嘅創業者，我係想問一啲關於年輕人嘅。咁我覺得咧，香港青年創業者面對嘅第一個問題咧，其實就係冇一個足夠嘅早期創業投資。近來咧，我哋係見到一啲咧對創業者比較有用嘅政策嘗試嘅，例如數碼港嘅創意微型基金。你如果當選嘅話咧，會點樣去為香港本土嘅創業者改善早期嘅融資環境咧？又點樣可以解決過往政府我哋見到佢哋投入資源發展嘅時候咧，為創業同埋研究者咧好多時候都帶嚟一啲法律嘅問題，或者行政開銷過大等等嘅問題咧？第二咧就係、我哋咧，其實我覺得咧，對好多中早期嘅創業科技公司嚟講咧，稅務優惠咧其實係非常之有效去支援佢哋嘅方法嘅。咁例如一啲免稅或者一啲負稅率嘅東西。咁你會唔會考慮？如果你當選嘅話，你會唔會考慮一啲好似咁樣嘅稅務優惠咧？最後一樣嘢就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啦，年輕人面對社會向上嘅流動嘅困難咧，就真係越嚟越多。咁一年就係產業嘅問題啦，好多時候年輕人選擇即係可以揀嘅發展嘅時候啦。第二咧，租金又越嚟越貴喎，好多時候咧交得租嚟你都交唔到家用。咁我想問一問，你會有啲咩具體嘅政策去話俾我哋啲年輕人聽？如果各個年青人都有一票嘅話，我哋應該投俾咧。多謝你嘅問題。其實呢個問題正正亦都係我頭先所講嘅自由市場同埋推出不同嘅產業咧，係基本上呢兩個係好原則性嘅處理到頭先嗰啲嘅所謂原則嘅問題。第一青年人佢哋創業時所面對嘅困難。我哋講咗原則先啦，就係話如果假如我真係俾我做到特首攞到500億出嚟，係成立呢個係新產業嘅發展基金嘅話咧，我當平均除啦，係嘛，都80億一個產業。當呢個80億嘅產業成為一個基金嘅時候咧，頭先我講就係希望業界由個人以至團體咧，能夠喺一啲嘅透過一系列嘅研討會咧，係攞出大家嘅重點出嚟咧去處理。而我估呢啲重點一定會羅列晒我哋業界裏面所面對嘅困難。嗰個困難包括係你話好難融資，我開始嘅時候，我用腦，但係我冇資產點搞咧咁。第二個租金會好貴，令到我交租都交唔起，我賺到嗰啲特別初期賺到嗰啲錢都俾晒個租金，咁呢啲點處理咧咁？嗱呢啲喺我嚟講咧有兩個方法都處理得到嘅。第一個就係話，如果我真係能夠做到將嗰個房地產嘅市場係出到自由，即係活潑到變成一個自由市場嘅話咧，你到時自然就不同類型嘅樓價以至租金嘅房地產出到嚟。第二咧就係、我係唔同意即係政府將一啲政府嘅商場賣俾領匯嘅。其實我裏面都有講就係必要時我哋係要重新香港政府咧自己建立翻自己嘅由房屋署起嘅商場。如果商場嘅租金咧未必完全同市場掛鈎嘅。咁第三就話係用咩方式去支援呢啲嘅後生仔最好咧？頭先你提過話稅務優惠啦咁。其實稅務優惠嗰個數其實我相對嚟講得細啲。你嘅而家嘅稅係16.5啫嘛，你仲要賺100萬先至講緊係16萬啊！咁所以你再分翻12個月，1萬零蚊一個月啫嘛，即係其實嗰個即係俾晒嗰1萬零蚊喎。如果我減幾個 percent 仲大劑添，可能講緊幾千蚊、幾百蚊一個月。所以我就會覺得反而就係你點樣一套配合性嘅政策，包括就係話我會唔會建立一個 IT 城咧？其實簡單嚟講，我將一間工廠大廈，特別係政府嘅工廠大廈，而家好多空置嘅時候，我就成座樓變成 IT。呢個基本上已經係由我自己負責，即係政府負責嗰個租以及賣嘅問題。第二就係呢個 IT 城之後，你仲可以自己嗰個管理公司，即係自己由 IT 人去管理翻自己嘅 IT 城，你將佢變成一個旅遊點添。即係你可以好多嘅玩法成一個配套出嚟。呢個我估你哋一定叻過我嘅。我就咁諗都諗到一個咁嘅可能性出嚟。至於我覺得最緊要嘅就係 IT 人唔夠喎。唔知你哋有冇呢個感覺？我覺得係
特別我頭先我話俾你聽，我哋電腦只識多啲做生意嘅 IT 人啦。咁啊，亦都最近亦都識多咗啲後生仔嘅 IT 人嘅寫 program。我琴日前日喺電腦遊戲節裏邊咧，我就買咗個係香港頭先我講26歲嘅香港 IT 人自己寫嘅 program 嘅電腦遊戲。然後佢話我覺得咧，全香港入邊呢個係第一個版，而家第一套咁樣，由頭到尾香港自己做。原來香港即係有呢啲嘅能力同埋技術去做呢種寫一啲嘅程式，可以變成好商業性地去賣出市場，唔淨止香港市場喎，賣去其他海外市場，而家內地人有困難啦。咁其實呢一個係我覺得係會唔會係我倒翻轉頭就係鼓勵香港嘅大專院校，甚至係副學士，再甚至係再低嘅層次中學，就係咪要將呢啲嘅 IT 知識程式由嗰度開始，由一個正統教育裏面開始要有，然後先至能夠發展到係一出嚟嘅時候，我就已經好多可能性俾佢哋。我 IT 唔一定要，唔係要我頭先講係即係舉例啫 ，IT 唔一定要寫遊戲㗎，可以寫好多嘅寫字樓嘅程式，好多工作嘅程式，好多其他不同嘅需要嘅程式。咁呢啲其實都係一啲係出落嚟。所以我覺得作為政府，你就要全面成套咁樣去諗一個係推動 IT， 變成將香港變成一個係真係 IT 嘅國際都市。咁所以我就會覺得頭先我點解話要有個基金，嚟透過基金去推動業界走埋一齊，大家傾出一啲嘅重點，再由政府咧係有一個部門或者係跨部門嘅委員會，由司長級嘅人去領導，去推動整個系統嘅政策。能夠讓嗰個 IT 咧真係變成產業。如果唔係你做唔到成產業嘅，成產業就要成套嘅，就唔係逐片咁樣去俾大家睇。